什么比比紧讲啊？咱迄个老三啊，有介意人啊？小秋有介意的人啊？什么人啊？张振凯。恁头家咧，刚尾是去找郑凯哥哥狗狗丁啊？哦，一个千金大小姐苦追无背景的穷小子，有戏哦！我会当混照塞保魂9个章节直播跟网友分享。太闹了呢！人艾薇是去法国参加美食展，连要断2礼拜。靠我张振凯，真正是欺负我甜甜。这就是你啊！什么叫做墨菲定律？墨菲定律就是伫你心情最乱的时阵，需要用工课来麻痹家己，结果掂你，所以雄雄拢无成立，连一个人客都无啦。就算讲哦，你甲掂你所有代志拢做完啊，最后也是要面对家己乱糟糟的心情。我哪会干呢？你咧为啥？张振凯打电话给你，你哪不爱食？我唔是不爱食啦，我是。喂，小奶姐。哦，我会叫阿母去提啦。我知啦，我袂放袂记的，洗好会困衫嘛。好啦，无代志，我挂电话啦。那是不是张振凯一直在影响你的心情？是啊，唔是啦，是。你也是甲较早同款啦，啥物代志吼拢藏袂掉。但不过我即马看到你心内边有另外一个要紧的人，我还是应该爱甲你恭喜。毕竟我亏欠你的太多啊。假使讲你真正会当得到幸福，我真心祝福你。其实你无亏欠我啥，两个无适合的人勉强做伙，分开嘛是早晚的代志。咱只是较早了解这是点尔。你看我即摆会当好好坐伫你面头前，甲你讲话，就表示讲我就已经放下。爸，等一下讲。唔来，那我一个我都无去。爸，你喺向阳公公连老老你看你写创啥？算唔知拄则我去买早餐，等下到楼骹，看到咱门口那一个查甫人徛咧啊，向咱楼尾顶安尼插咧插咧。我一个斟酌甲看哦，结果伊就是迄个当初甲恁老母带走迄个武勇啊。是。之前妈来找我的时阵，我就发现妈的身上有真侪伤口，我就咧怀疑应该是互迄个查甫人甲家暴，想要到伊即马竟然还甲找来到遮。你讲啥？李小华去互家暴？对啊。恁母啊，对我过日子，虽然唔是过了真好，但是我搁较安怎？我嘛无可能对伊起骹动手啊！本来想讲，哼，伊离开的时阵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要哪会知影讲拄到一个比我搁较傲骨的啦，实在替伊真唔值。
迄个查甫人找得到家，应该找马。但是我一找到，唔知伊会对马做出什么代志。迄个笨手哪有可能做什么好代志啊？若唔是叫小哥咧害袂出来，就是无钱通买烧酒。摕外头来找恁母啊，哼，绝对是要丢一寡所费。爸，你想这件代志，是不是爱讲我妈知啊？千万唔通假讲是假害。恁母啊，艰苦汉尼久，真无简单的过一个平静的日子。敢讲你要搁互伊等于继续做肉店？我咧想，这件代志，咱爸仔联手，甲说煞，才互恁母知。你看怎？爸，哇，你即摆安尼是我这世人看过上解免的一道。你啊，少年诶，安尼你意思就讲我较早真无免就对了。唔是啦，是讲爸，这段期间大家麻烦你注意妈的状况，千万莫甲有受到伤害啊，好无？无喏，伫法律上啊，我甲恁母啊，即摆左头无命，左尾嘛无命呢。第二，迄个人有暴力倾向，咱爸仔若跳入去，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呢。但我无甲恁母啊收保护费啊，我无你食饱换枵。爸，你莫甲假啊啦！你若是无想要保我妈，你是安怎要跟踪迄个吴雄？我想我做义哥呢，只要对社会不公不义的代志哦，我拢看袂做伊啦。我是为着社会治安，免让互母用迄种歹人为非三做，唔是完全遇到恁母哦。但是因为阮囝咧交代嘛，所以我听你的话，哈。好，按即马开始啊，恁母啊上下班我拢甲定条条，啊可有你啊千万爱细腻，爱关前挂后，路头路尾吼，拢较斟酌、较注意了。我知啦，爸。虽然你平常是做爱碎碎念的，不过你嘛是甲较早同款，有迄个嘴，有迄个心，是一个个性真善良的男子汉。爸，我要多谢你，多谢你愿意保护妈。恶心，是讲听了真欢喜。好啦，饭饭拢冷啊，啊你唔是要赶要上班，哪会去消？我知。哦，爸，你家己嘛爱洗。